各位老友，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你敢唔敢老老實實答？你有冇試過行入一間房，明明開咗窗，空氣流通，但就係聞到一陣說唔清道唔明嘅味道，唔係汗味，唔係煙味，而係一種好特殊嘅氣息，仿佛同年齡掛鈎。再直接啲講，你自己身上有冇可能已經開始有呢種味道？只不過你自己聞唔到，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同你講呢種味道。坊間叫做老人味，好多人以為上咗年紀就一定會有，避唔到，但事實係呢種體味根本唔係自然規律。你留意下，有啲人70、80歲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有啲人先過50出頭，成個人已經散發住一股異味。分別喺邊？就喺身體內部嘅臟腑運作同代謝能力。體味嘅出現其實係衰老嘅第一道警號，係身體用最直接嘅方式同你講，我裏面有嘢出咗問題。今日就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個話題。你可能聽過日本有科學家做過研究，揾到咗一種叫做壬烯醛嘅化學物質，佢哋認為呢種物質就係老人味嘅元兇。呢個研究係點樣嚟嘅呢？日本有間護膚品公司嘅研究團隊喺2001年做咗一個大規模嘅實驗，佢哋收集咗唔同年齡層人士嘅體味樣本，用儀器去分析裏面嘅化學成分，結果發現40歲以後嘅人皮脂腺會分泌一種叫做棕櫚油酸嘅脂肪酸，呢種脂肪酸喺皮膚表面被氧化分解之後就會產生壬烯醛，而壬烯醛嘅濃度會隨住年齡增加而上升，所以佢哋就得出結論，老人味係因為呢種化學物質增多而產生嘅。呢個發現當然有佢嘅科學價值，但你細心諗吓，佢只不過係解釋咗一個化學現象，並冇回答一個更加關鍵嘅問題。點解有啲人年紀大咗，壬烯醛嘅水平升得好高，有啲人就幾乎冇乜變化？如果老人味真係純粹因為年齡，咁所有老人家都應該有，但事實並唔係咁。呢個缺口正正就係中醫智慧可以補上嘅地方。中醫睇病有4個步驟，叫做望聞問切當中聞治。除咗聽病人嘅聲音之外，仲包括聞病人身上嘅氣味。呢個唔係乜嘢玄學，而係幾千年嚟無數醫者臨床經驗嘅結晶。中醫認為人體嘅體味直接反映住五臟六腑嘅運作狀態。一個氣血充足、臟腑調和嘅人，身體嘅新陳代謝運轉暢順，廢物能夠及時排出體外，身上自然唔會有異味。反過嚟講，如果臟腑功能衰退，代謝產物積聚喺體內排唔出去，呢啲廢物就會透過皮膚、呼吸、腔液散發出嚟，形成各種異味。你將中醫同西醫嘅講法擺埋一齊睇，其實係互相印證嘅。西醫話壬烯醛係皮脂氧化嘅產物，中醫就話係體內濁氣外溢嘅表現。一個係從微觀化學嘅角度去解釋，一個係從宏觀整體嘅角度去理解，兩者並唔矛盾。但中醫嘅優勢在於，佢唔只停留喺係乜嘢嘅層面，仲會追問點解會咁，同埋點樣從根本去改善。呢個就係中醫養生嘅深層價值所在。講到呢度，我哋要深入去了解下，老人味其實有唔同嘅類型，每一種味道背後都隱藏住唔同嘅健康危機。第一種係酸腐之氣，有啲上咗年紀嘅人身上會散發出一陣好似食物變質嘅酸餿味，尤其係從口腔呼出嚟嘅氣體特別明顯。你可能以為呢個只係口臭，刷多幾次牙就得，但其實唔係咁簡單。呢種酸腐味嘅根源喺脾胃，脾胃係人體嘅消化中樞，你食落肚嘅每一啖嘢都要靠脾胃去運化、吸收、轉化成身體需要嘅營養。
後生嘅時候，脾胃功能強健，食乜燒乜代謝產物都能夠順利排出體外。但55歲之後，脾胃嘅功能開始走下坡路，消化能力減弱，食物食咗落去唔能夠被充分消化，反而喺胃腸道入面積滯發酵。呢啲未消化嘅食物殘渣喺體內腐敗，產生大量有害氣體同毒素。呢啲氣體一部分會通過打擊排氣嘅方式排出嚟，但更多嘅會被腸道吸收入血液，然後隨住血液循環去到全身，再通過肺部嘅呼吸、皮膚嘅毛孔散發出去。所以脾胃虛弱嘅人唔止口氣差，成個人都會有一股酸腐嘅味道，而且越到下晝越明顯，食完飯之後更加嚴重。從西醫嘅角度去理解，呢個過程其實就係腸道菌群失調同消化酶分泌不足嘅結果。現代醫學研究已經證實，年齡增長會導致胃酸分泌減少，消化酶活性降低，腸道有益菌數量下降。呢啲變化加埋一齊，就令到食物喺腸道入面異常發酵，產生氯化氫、堅哚、糞臭素等等有異味嘅化合物。你睇中醫講嘅脾胃運化失常，同西醫講嘅消化功能退化，本質上就係同一回事。脾胃出問題嘅人，除咗體味之外，通常仲會有食慾不振，食少少就覺得飽脹，容易肚瀉或者便秘，四肢無力，面色暗淡、萎黃呢啲症狀。更嚴重嘅係長期脾胃功能低下，會導致營養吸收唔夠，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攝入不足，命入面就會跟住下降，各種疾病就會一個接一個嚟。第二種體味係氨味，即係俗稱嘅尿騷味。呢種味道多數從下半身散發出嚟，令人好尷尬，特別係一啲上咗年紀嘅女性。無論點樣注意清潔，呢股味道都好似揮之不去。呢個問題嘅根源，中醫認為係腎氣虧虛。腎喺中醫嘅系統入面，唔只係一個器官咁簡單，佢掌管住人體嘅水液、代謝、生殖功能、骨骼健康、大腦功能，仲負責控制大小便嘅開合。你可以將腎氣理解做身體入面一個控制閘門嘅力量。後生嗰陣腎氣充足，呢個閘門開合自如，該放就放，該收就收，控制得好精準。但隨住年齡增長，腎氣慢慢衰退，閘門嘅控制力就開始減弱。最直接嘅表現就係尿頻、尿急、夜尿多，嚴重啲嘅甚至會出現尿失禁。有啲人打個噴嚏咳一聲，笑得大力啲就控制唔住漏尿，殘留喺內衣褲上面嘅尿液。喺體溫狀之下，氨氣就會持續揮發出嚟，形成令人尷尬嘅氣味。對於女性嚟講，仲有一個特殊嘅情況，收經之後，體內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陰道嘅自我淨化能力減弱，酸鹼度改變，容易受到細菌感染，引起炎症同異味。呢個問題從西醫角度睇係荷爾蒙變化嘅結果，從中醫角度睇就係腎氣不足，導致下焦防禦功能降低。腎氣虧虛嘅人，除咗下身異味之外，通常仲會有腰膝酸軟、耳鳴、聽力減退、頭髮早白、牙齒鬆動、記性差呢啲表現。更加令人擔心嘅係，腎主骨，腎氣衰敗會直接導致骨質疏鬆，跌一跤就可能骨折。腎又主水通腦，腎精不足同認知功能退化之間有住密切嘅關係。所以話尿騷味嘅背後隱藏住嘅健康風險，遠遠唔止係尷尬咁簡單。第三種體味帶住一股燥熱嘅氣息，有啲似乾燥嘅焦味。有呢種體味嘅人，通常手心腳心會發熱，皮膚乾燥甩皮，口乾舌燥，晚黑瞓覺容易出汗，瞓醒之後枕頭被鋪都係濕嘅。呢個係典型嘅陰液虧損、虛火內生嘅表現。乜嘢叫做陰液虧損？用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去理解，
人體入面有陰同陽兩股力量，陰液包括血液、津液等等滋潤身體嘅物質，陽氣就係推動身體運作嘅熱能。正常嘅狀態下，陰同陽保持平衡，身體就運作正常。但上咗年紀之後，尤其係經歷過更年期嘅女性，體內嘅陰液逐漸減少，陰液少咗就制約唔住陽氣，陽氣就變成虛火喺身體入面亂竄。呢度要特別講清楚一點，虛火同實火係完全唔同嘅兩回事。實火係真正嘅熱，飲杯涼茶就可以清走，但虛火係因為水燒而顯得火旺，本質上唔係火太大，而係水太少。呢個時候你仲去飲涼茶，只會令到陰液更加虧損，虛火反而越嚟越旺。好多人唔明白呢個道理，喉嚨痛就飲涼茶，口腔潰瘍就飲涼茶，結果越飲越差。虛火上炎嘅人，除咗體味帶燥之外，仲會有失眠、心煩、口腔潰瘍、反覆發作、眼乾、喉嚨乾痛呢啲問題。身體散發出嚟嘅燥熱氣息，其實就係陰液不足、內熱外蒸嘅信號。以上三種體味，酸苦安臭燥焦，分別對應住脾胃腎臟陰液三個唔同嘅系統出問題。當然，現實當中好多人嘅情況係混合型嘅，可能同時有兩個甚至三個系統嘅問題。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開始有體嘅困擾，最好揾專業嘅中醫師做一個全面嘅辨證，唔好自己亂食藥。而家我哋進入一個好關鍵嘅部分，55歲之後有幾樣嘢你真係要小心，最好戒掉，因為佢哋正正就係加速體味產生嘅推手。頭一樣就係凍嘢冰飲，香港人中意飲凍嘢，夏天一杯凍檸茶、凍奶茶覺得好爽。但你要知道，55歲之後，人體嘅陽氣已經開始走下坡，脾胃嘅消化能力本身就減弱咗。呢個時候你仲飲凍嘢，等於係喺一爐本嚟就燒得唔夠旺嘅火上面淋冷水，凍嘢入胃，脾胃嘅陽氣即刻被壓制，消化功能進一步下降，食物消化唔到，喺腸道入面即製發酵。酸腐之氣就係咁產生嘅。從西醫嘅角度嚟講，冰凍嘅飲品同食物會令到胃部嘅血管收縮，減少胃壁嘅血液供應，胃酸分泌同消化酶嘅活性都會受到影響。對於消化功能本身已經退化嘅中老年人嚟講，凍嘢無疑係雪上加霜。所以55歲之後，所有凍飲、雪糕、雪條、冰凍嘅水果都應該盡量避免。飲嘢要飲室溫或者暖嘅，食水果最好揀常溫嘅，唔好一買翻嚟就攞去雪櫃。第二樣要遠離嘅係肥膩煎炸嘅食物，包括肥肉、油炸雞翼、油角薯片、油膩嘅煲仔飯等等，呢類食物食多咗，脾胃運化唔到嘅部分就會變成中醫所講嘅痰濕。痰濕係乜嘢？你可以理解做身體入面嘅一種黏稠嘅廢物，佢會阻礙氣血嘅正常運行，堵塞經絡，令到代謝產物更加難以排出體外。痰濕重嘅人有幾個明顯嘅特徵：身體虛胖，但係鬆鬆軟軟，冇肌肉，舌頭伸出嚟一睇，舌苔又白又厚又膩，成日覺得頭重重身重重，好似背住個殼咁，口氣重，身上有股油膩嘅味道。痰濕積聚到一定程度，仲會化熱變成濕熱。濕熱體質嘅人，體味會更加明顯，而且容易生暗瘡、濕疹、皮膚痕癢。從現代醫學嘅角度嚟睇，高脂飲食會增加皮脂腺嘅分泌，皮脂分泌越多，壬烯醛嘅產生就越多，體味自然越重。仲有高脂飲食會改變腸道菌群嘅組成，增加產生異味嘅壞菌數量，減少有益菌嘅比例。你睇中醫講嘅痰濕同西醫講嘅脂質代謝異常同腸道菌群失調又係互相呼應嘅。建議55歲之後
每餐嘅肉類唔好超過總食量嘅1/3，而且要揀容易消化嘅瘦肉、魚肉，煮嘢食以清蒸、水煮為主，少油少煎，特別係晚餐一定要清淡，因為晚黑脾胃嘅運化能力更加弱，食得太油膩，第二朝起身就會覺得口苦口臭，成個人都唔精神。第3樣要警惕嘅係過量嘅甜食，好多老人家中意食甜、糕點、糖水、甜麵包，成日唔離手，覺得人都一把年紀啦，想食就食。但你要知道，甜食食多咗，同樣會助長體內嘅濕氣。中醫講甘能生濕，呢個甘字就係指甜味，過多嘅甜味入體，會令脾胃運化嘅負擔加重，產生更多濕濁之氣。而且而家市面上嘅甜食大多數含有大量精製糖，呢種糖會令血糖急速飆升，胰臟要分泌大量胰島素去應對，長期咁樣胰臟會越嚟越疲勞，血糖控制能力下降，甚至發展成糖尿病。血糖長期偏高嘅人，體內會產生一種叫做糖化終產物嘅物質，呢種物質會加速蛋白質同脂質嘅氧化降解，令到體味更加明顯。臨床上好多糖尿病患者身上都會有一種特殊嘅甜膩味道，嚴重嘅甚至會有一股爛蘋果嘅味道，嗰個就係酮體嘅氣味，代表住血糖失控已經去到好嚴重嘅地步。如果真係想食甜，可以用天然嘅甜味食物代替，譬如紅棗、龍眼、山藥、南瓜，呢啲食物既能滿足口味，又有養生嘅作用。但即使係天然甜食都要適量，唔好一次過食太多。第4樣一定要戒嘅係酒。我知道好多中老年人有飲酒嘅習慣，飲咗幾十年，覺得小酌怡情。但殘酷嘅事實係55歲之後嘅身體已經承受唔起酒精嘅損耗。酒精進入人體之後，需要經過肝臟代謝，肝臟係人體最重要嘅解毒器官，佢負責處理血液入面嘅各種毒素同廢物。如果肝臟長期被酒精佔用，其他毒素嘅代謝就會被拖慢，積聚喺體內排唔出去，自然會從皮膚同呼吸中散發出嚟。仲有，酒精會直接損傷肝細胞，長期落去會導致脂肪肝、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從中醫嘅角度嚟睇，酒性溫液入肝經，長期飲酒後傷肝陰，導致肝火偏旺。肝火旺嘅人容易煩躁易怒，口苦口乾，面色偏紅大暗，體味重，而且肝同脾胃嘅關係密切。中醫講肝木克脾土，肝火旺會影響脾胃嘅運化功能，令消化問題更加嚴重，酸腐之氣更加明顯。所以無論你飲咗幾多年酒，55歲之後都應該認真考慮戒酒。如果一下子戒唔到，就慢慢減量，最終目標係完全唔飲，你嘅肝臟會感謝你嘅決定。第5樣要注意嘅係濃茶，呢個可能出乎好多人意料。香港人飲茶文化深厚，好多長者每日一壺濃茶，覺得提神醒腦。但濃茶入面含有大量嘅露酸同咖啡，因露酸會同食物中嘅蛋白質結合，形成唔容易消化嘅物質，加重脾胃嘅負擔。咖啡因則會利尿，加速水分流失，令身體嘅陰液更加虧損。對於本身已經陰虛火旺嘅老年人嚟講，濃茶只會令虛火越燒越旺，體味中嘅燥焦之氣更加明顯。建議飲茶可以飲，但要飲淡茶，唔好泡得太濃。最好揀一啲性質溫和嘅茶，譬如普洱紅茶，少飲綠茶同鐵觀音，因為後者偏涼，對脾胃虛寒嘅人唔太適合。第6樣要節制嘅係辛辣刺激嘅食物，辣椒、生蒜、生蔥、洋蔥，呢啲食物本身味道就重，食完之後呢啲味道會透過毛孔散發出嚟。更重要嘅係辛辣食物會耗氣傷陰，對於本身陰液已經不足嘅中老年人嚟講，
頻繁食辛辣嘢只會加速陰液嘅消耗，虛火更旺，體味更重。偶爾食少少調下口味冇問題，但唔好日日食，餐餐食。如果已經出現咗體味嘅問題，就要更加嚴格控制。講完咗唔好掂嘅嘢，依家講下應該點樣食，點樣做，先可以從根本上改善體味，延緩衰老。飲食方面有幾個原則一定要記住。第一，清淡但唔等於食素。清淡嘅意思係少油、少鹽、少糖、少辛辣，但蛋白質一定要夠。優質蛋白質對維持肌肉量、增強免疫力好重要。魚蛋、瘦肉、豆腐都係好嘅選擇。第二，每日至少食一斤蔬菜，其中深色蔬菜要佔一半以上。綠色蔬菜含有豐富嘅葉綠素同膳食纖維，能夠促進腸道蠕動，幫助排出體內廢物，減輕體味。第三，主食要粗細搭配，唔好淨係食白飯白粥，加入糙米、燕麥、小米、番薯、山藥呢啲雜糧粗糧，佢哋含有豐富嘅維生素同膳食纖維，能夠改善腸道菌群，促進新陳代謝。第四，每日要飲夠水，建議飲1500到2000毫升嘅暖水，注意係暖水，唔係凍水。朝早起身第一件事飲一杯暖水，可以喚醒腸道，促進排便，水分充足，身體嘅代謝廢物先至能夠順利排出體外，體味自然就會減輕。第五，三餐要定時定量，早餐一定要食好，提供一日所需嘅能量。午餐食飽但唔好食撐，晚餐要清淡少量，最好喺夜晚7點之前食完，俾腸胃充足嘅時間去消化。瞓覺之前3個鐘唔好再食嘢，令身體喺睡眠嘅時候可以專心修復，而唔係忙住消化食物。我想喺呢度講一個真實嘅個案，有一位60幾歲嘅伯伯，退休之後生活規律打亂咗，早餐唔食，午餐隨便食，晚餐就大魚大肉，仲中意飲2杯。慢慢佢發現自己身上開始有一股酸臭味，洗完涼冇耐又有。佢太太忍咗好耐，終於同佢講，佢好緊張，去醫院做咗一大堆檢查，結果乜嘢大病都揾唔到，但醫生話佢消化功能偏弱，腸道菌群失調。後來佢去睇中醫，中醫師話佢脾胃虛弱，痰濕內蘊，建議佢戒酒戒油膩，早瞓早起，飲食清淡。佢照做咗3個月，體味明顯減少咗，人都精神咗好多，晚黑瞓得好，朝早起身都唔覺得攰。佢話最大嘅改變就係晚餐清淡同戒酒，呢2樣嘢改咗之後，成個人都輕鬆晒。呢個個案話俾我哋聽乜嘢？好多時候身體嘅問題唔一定係大病引起，而係長年累月嘅不良生活習慣積累出嚟嘅。你每日做嘅每一個選擇，食乜嘢、幾點瞓、飲唔飲酒、做唔做運動，都喺影響住你嘅身體狀態、體味嘅出現。只不過係呢啲影響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身體俾你嘅一個提醒。講完飲食，再講下日常保健嘅方法。個人衛生方面，好多人覺得呢啲係常識，唔使講。但實際上，唔少中老年因為行動不便、怕凍，或者觀念上覺得唔使日日洗涼，衛生習慣未必做得足夠。建議至少隔日洗1次涼，重點清洗容易出汗同藏污嘅位置，包括腋下、腹股溝、頸後、耳後。洗涼水溫唔好太熱，33、40度就夠，太熱會傷陰液，令皮膚更加乾燥。內衣褲要日日換，揀純棉透氣嘅材質，化纖質料唔透氣，容易滋生細菌，加重體味。襪亦係一樣，每日都要換。腳底係人體汗腺最密集嘅部位之一，一定要保持乾爽。清潔口腔衛生更加唔可以忽視。朝晚刷牙，食完飯漱口，用牙線清除牙縫嘅食物殘渣。有假牙嘅老人家一定要每日取出嚟徹底清洗，
舌苔都要清理，好多口臭。其實係因為舌苔太厚，上面積聚咗大量細菌。而家坊間有專門刮舌苔嘅工具，好平好方便。建議每朝刷牙嘅時候，順便刮下舌苔。運動方面，適度嘅運動能夠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幫助排出體內嘅廢物。但55歲之後，運動要注意強度，唔好做太激烈嘅運動，免得受傷或者過度消耗。太極拳、八段錦、散步、游水都係好適合中老年人嘅運動，特別係太極拳同八段錦呢兩種運動，講究呼吸同動作嘅配合，能夠調暢氣機，改善臟腑功能，對減輕體味有實質嘅幫助。運動嘅時間最好揀朝早或者傍晚，避開正午嘅高溫，每次運動30到60分鐘。每個禮拜至少5次運動之後，要即刻抹汗換衫，唔好等汗液喺皮膚上面停留太耐，因為汗液中嘅廢物會被皮膚表面嘅細菌分解，產生異味。瞓覺方面，充足嘅睡眠對減輕體味至關重要。中醫認為，夜晚11點到凌晨3點係肝膽經運作嘅時間。呢段時間必須處於深度睡眠狀態，肝臟先至能夠充分發揮解毒嘅功能。長期瞓得唔夠或者瞓得差，肝臟嘅解毒能力下降，體內毒素排唔出去，體味就會越嚟越重。從西醫嘅角度嚟講，睡眠不足會導致荷爾蒙分泌紊亂，皮質醇水平升高，免疫力下降，新陳代謝減慢。呢啲變化都會間接加重體味，建議每日瞓7到8個鐘，盡量喺夜晚10點半之前上床，朝早6點左右起身。如果有失眠嘅問題，可以試下瞓覺之前用暖水浸腳，聽啲舒緩嘅音樂，避免睇手機或者電視。情緒管理都係一個唔可以忽略嘅環節。中醫好早就認識到，情緒同身體健康之間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焦慮、憤怒、抑鬱嘅情緒當中，會導致體內嘅氣機不暢通，氣機不暢就會影響臟腑嘅正常運作，代謝能力下降，體味隨之加重。現代醫學嘅研究亦都證實咗呢一點。長期嘅心理壓力會刺激腎上腺分泌壓力荷爾蒙。呢種荷爾蒙會改變汗液嘅成分，令體味變得更加濃烈。你有冇試過喺好緊張嘅時候出嘅汗，同運動時候出嘅汗，味道係唔同嘅？呢個就係壓力荷爾蒙嘅作用。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學識放鬆自己。退休之後唔好成日坐喺屋企，要多出去行下，同朋友飲下茶聊下天，培養自己嘅興趣愛好。寫下書法、畫下畫、養下花、打下太極，呢啲活動都能夠舒緩情緒度、調暢氣機，對身體健康大有裨益。最後講下穴位按摩，中醫有好多簡單有效嘅保健穴位，每日花少少時間按摩就能夠調理臟腑功能。足三里穴喺膝蓋下方4隻手指嘅位置，係強壯脾胃嘅要穴。每日按摩5到10分鐘，能夠改善消化功能。關元穴同氣海穴分別喺肚臍下方3寸同1寸半嘅位置，係補腎益氣嘅重要穴位。每日用手掌順時針按摩腹部，能夠溫補腎陽。太溪穴喺腳踝內側，腳踝骨同腳跟腱之間嘅凹陷位係腎經嘅原穴，每日按揉能夠滋補腎陰。按摩嘅方法好簡單，用拇指或者食指按住穴位，力度適中，覺得有酸脹嘅感覺就啱。每個穴位按5到10分鐘。呢啲方法貴在堅持，唔好做2日就停，一定要養成習慣。四季養生方面都有唔同嘅側重點。春天陽氣升發，適合多食綠色蔬菜，疏通體內嘅氣機。夏天容易出汗，要注意補充水分，飲啲綠豆湯、冬瓜湯清熱利濕，但記住唔好飲凍嘅。
秋天天氣乾燥，要注意滋陰潤燥，多食雪梨、百合、銀耳、蓮子。冬天天氣寒冷，適當進補溫陽，可以食啲羊肉、牛肉薑，但唔好過涼。冬天洗涼唔使太頻密，2-3日一次就夠。洗完要即刻着衫保暖。講到呢度，我想分享一個更加深層嘅觀點。好多人對中醫有誤解，覺得中醫玄之又玄，唔夠科學。其實中醫嘅核心理念係好樸素、好實際嘅。佢嘅核心就係2個字：平衡。人體嘅陰陽要平衡，寒熱要平衡，虛實要平衡。當所有嘅系統都處於平衡嘅狀態，身體就健康，就唔會有異味。一旦某個方面失咗衡，食得太多，瞓得太少，情緒太差，運動太少，身體就會出問題。體味就係最早期嘅警號之一。西醫嘅優勢在於精確嘅診斷同急性病嘅處理，呢啲係毋庸置疑嘅。但喺日常養生保健、慢性病嘅調理方面，中醫嘅整體觀念同辯證思維確實有獨到嘅地方。最理想嘅做法係將中醫同西醫嘅優勢結合起嚟，定期做西醫嘅身體檢查，及早發現氣質性嘅病變，同時用中醫嘅方法調理體質，改善功能性嘅問題。呢兩者唔係對立嘅，而係互補嘅。中醫講天人相應，人嘅身體同自然界係一個整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應自然嘅規律去生活，身體就會處於最佳嘅狀態。而家好多都市人嘅生活方式完全同自然脫節，夜晚唔瞓，朝早唔起，食嘅嘢又冇營養，又多添加劑，成日坐喺度唔喐，精神壓力又大，身體喺咁樣嘅狀態之下，點可能唔出問題？養生其實唔係乜嘢高深莫測嘅學問，佢就係回歸最基本嘅生活方式，食得簡單啲，瞓得早啲，動得多啲，心態放鬆啲。呢啲講起嚟好簡單，但真正能夠持之以恆去做嘅人少之又少。老人味嘅出現係身體俾我哋嘅一次提醒，一次機會。佢喺同你講，喂，你嘅身體開始有問題啦，係時候要改變啦。如果你能夠聽到呢個信號，及時調整飲食習慣、生活方式、情緒狀態，完全有可能逆轉呢個趨勢，令體味消退，甚至令整個人嘅健康狀態都提升一個層次。但如果你選擇忽視，繼續飲酒食肉，日夜顛倒，唔做運動，唔理情緒，咁接下嚟等住你嘅可能就唔止係體味嘅問題，而係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甚至更加嚴重嘅病。到嗰陣想後悔都嚟唔切。55歲係人生嘅一個分水嶺。喺呢個年紀之前，你可能仲可以靠住年輕嘅本錢揮霍身體，但過咗呢個關口，身體嘅修復能力同儲備都開始大幅下降。你嘅每一個選擇都會被放大，好嘅選擇會令你受益匪淺，壞嘅選擇會令你付出沉重嘅代價。記住今日講嘅呢啲內容，注意飲食戒凍飲，少油膩控甜食，戒酒，少濃茶，少辛辣，保持良好嘅生活習慣，早瞓早起，適度運動，情緒穩定，重視個人衛生，保持身體清潔。如果已經出現體味嘅問題，盡早去揾專業嘅中醫師調理，唔好拖。人生行到後半段，最珍貴嘅財富唔係銀行入面嘅數字，而係你嘅健康。有健康先至有生活，有生活先至有快樂。養生係一場修行，需要自律，需要堅持，需要你對自己嘅身體負責。但呢一切努力都係值得嘅。當你70歲、80歲嘅時候，身體硬朗，精神飽滿，身上清清爽爽，你就會感恩自己今日做出嘅改變。健康長壽從來都唔係靠運氣，而係靠每一日嘅積累。從今日開始，認真對待你嘅身體發出嘅每一個信號，你嘅身體一直喺同你溝通。
問題係你有冇用心去聽睇尾，可能就係佢而家最想同你講嘅一句話。聽到咗就行動，你嘅健康從來都掌握喺你自己手中。